甲镜头锁登来台湾，这个后礼拜六就是围炉准备要过年咯。今年有10天的年假会当吓甲痛。因为国际疫情也未稳定，所以真侪民众也是选择伫咧国内旅游佚佗。结果讲，这个过年旅馆饭店大爆满，像台中5星级的饭店，目前初1到初5，这个房间用要装潢订了咯。过年还有房间吗？八喜当天全满，客满喽。台中星级饭店过年期间客房几乎全满，一房难求。饭店柜台人是有够无闲，电话一直来，拢咧问讲过年敢要有房间？过年过年休10天，因为疫情有解封的影响，国内游览大爆发。为围炉到初5，台中真侪星级的饭店差不多拢客满。订房的状况是很早，在去年月初的时候，12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是将近8、9成满的状态。另外一间星级的饭店过年嘛无房间啊。业者讲有真侪家庭无出国是考虑到这点。毕竟家里有小孩子，那有小孩的人会比较不敢出国，于是就是大家还是选择留在台湾。过年时虽然讲有较贵，不过大家嘛是咧收钱订房间。早一点吧，大家早一点订吧，这也是好现象啊。住宿就是随性啊，如果订得到房间，我们就去。在12月初的时候，除夕跟初一就陆续都满了。去年12月初过年的房间就拢订满啊，中部地区搁较抢市。年夜饭大部分都在星级饭店或著名的餐厅里面享用，我想这是很多现代人的选择。上个主要是国外游览受到疫情无稳定以及机票有较贵的影响，真侪乡亲伊愿以国内游览为主，嘛好因为疫情不足真久的观光甲饭店的业者，会使伫今年过年好好啊冲一个业绩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